好光輝，佢大紅係40年代咯。聽就聽陳妍妍、阮玲玉、陳妍妍、阮玲玉。郭大姨，哎，阿姨，侬好。郭大姨，聽說這個模特女性裏向有個周所珍的角色，你係咪成咗年？侬看我嚟2號啊？袁玲玉呢？因為她過去演的都是被迫害受屈辱的一些女性形象，她覺得也應該演這麼一個好臉。阿姨啊，侬勿識個，敢於反抗的女性，伊代表革命啊！我看演得好。小優，有掛住媽媽？全聯華的人都在說你昨天拍那場戲真的哭了，哭得像淚人一樣。你有心事嗎？我哪裡有心事？點啊？你啲眼淚咁快流晒，記得留翻啲俾我。我覺得你係當今中國最好嘅演員，你又喺度學緊馬連德里茲啊？對不起。阿遠，你唔精神啊？我就係想問你一樣嘢，你可唔可以帶我走啊？